慢慢下去。练气、习武，这教室里的学生来头不小，有台铁处长、退休议员、企业老板，专注听年轻师傅带领。但起初，功夫电影里徒弟拜师、有眼不识泰山的桥段，曾真实上演。他们看起来每一个都比我像大师，是因为跟年龄有关？哎，没错，绝对是年龄有关，因为这是一般人的，就觉得年纪怎么那么小。好，说年龄暗 C， 年龄暗 C， 那还有赏你这样，那 C 梦 C 不够等于志气，谢谢。哦，对不对？小归小，但是有志气。谢谢。如果没办法达到这样子，那这个功法你到现在火候未成。70年次的梁君凯，武学基底师承咏春拳大师叶问的侄子卢文景，以英雄出少年之姿，大学毕业就被延揽为大老板的私人教练。希望武学扎根带动风气的愿望，却始终萦绕他的耳边。练了老半天，然后靠健康食品或者是靠机械的东西，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到这样，至少我骗不了我自己。蕴含千年历史的功夫，不只是技能，而是文化。瑜伽什么他们可以，你不能说全部归类说他们有企业的滋养，而是你自己先要自强。你自强，然后人家看到有可以才会做投居。以传承的信念培养武术种子部队，现在有500个学生，能够坚持，就会让武术风气开枝散叶，看到机会。我认为的是，只有状元的学生，没有状元的师傅。如果全部都是师傅最强，那这个门派完了。武术的根本在修心，在强身健体。南俊凯说：“的确，功夫电影的对风球来可能会带动一波一波想学武术的风气，但是风潮之后留下什么？他希望不会只是蛋挞效应。年龄暗 C 梦 C， 不过动入之希。年龄暗 C 梦 C， 不过动入之希。